大家好，立春後陽氣初生，標誌住春季同新一年嘅嚟臨。根據中醫理論，沖係屬木，同肝係相應。今日推介俾大家有平民人參之稱嘅紅蘿蔔。紅蘿蔔味甘性平，除咗入肝經之外，亦仲可以入埋我哋嘅肺經同埋脾經。紅蘿蔔色橙黃，除咗入相對應嘅脾臟之外，有健脾和中嘅功效，仲可以養肝明目、潤腸通便、化痰止咳同埋抗癌。同營養學角度嘅胡蘿蔔素纖維係相對應嘅，一般建議大家用嚟炒餸又或者煲湯。春季萬物生長，想健康啲，記得食紅蘿蔔啦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